这出戏内底我演的是林黛比，因为哥哥有自闭症，伊无想要增加妈妈的负担，所以自细汉就足独立的。现在在做警察，然后无论他有多需要别人帮忙，都会不想要麻烦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。我在这出戏里面是演陈瑜的哥哥，在剧中我是患有自闭症的小孩，然后妈妈全心的投入照顾我，她是很纯粹的在活着，她没有任何外力去影响她的价值观，她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。越到拍摄期越开始发现每一个自闭症的样子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把那一些功课丢掉。忘记原本会去设定的小动作啊，或是每个人不一样的生活习惯。我所有的动作反应都是其他演员给我的。Debbie 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一种包袱，那种是有一点被妈妈推开的距离来观看妈妈跟哥哥的这个状态，就是他好像有要帮忙，可是其实是一直有一个距离在对他们的。反而是故事跟着进展，到后来发生很多事情，所以他才慢慢的释然。就是他现在拥有的其实是很好的。这个情况里面，他是感觉可以跟哥哥终于在一起的感觉。我觉得《心中男孩》就在讲一个很正常的家庭。每个人都有各自会面临的问题，它不一定是观众家里发生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他想要跟家人和解的部分。